找到没有？哇，这个电光门后问一下。阿雷回来，回来哦。去图书馆借书，你们没有提早回来，就是你们的问题啊。无借到，无借到嘛是爱提早回来哦，所以您正知道哦，来号码给我，几号？32。好，课本紧摕摕，你的课本，课本紧扣扣的。哇，今仔日的风是就头的，风就头很大的意思，风就头，今仔日风真头。好，来回座，先老师画考验。要嘛有人抓手哦，来请好，哭轻点，几好，来一起念一次，几两粒，半两花海气，几两粒，半两花。好，那来这几粒按闭嘴巴，知道请举手。几两粒，半两花，哪一个字要闭嘴巴？请酸优，表姐。台语怎么说？力，台语刚起讲力，不是，几，量，对，了呀，量哦。老师讲伊的音标是什么？看到，画了，有爱闭嘴巴哦，它是 P 大魔王 P 结尾，好，M 也要，这边不是 M，P 好，来念一次了呀。了呀，几粒，两粒，三粒，一百粒，8粒半哦。好，算有几号？24，好 ，OK， 好。来，今仔日的每周一句先画家哈，来哦。咱今仔日这句笔画有点多。好，来，今天每周一句，它虽然没有很长，但是笔画它多。好，来，第一个字是爱，保养，滋养，对，好，这个最后一个字音叫做娘，念一次娘。好，来，谁要试试看？我的安怎念？来，小绿优先，好，来，给吴坚。好，真好，好，已经非常接近了哦。来，34和来消除。那这个字拼，我们要认真努力，要拼，这个拼要安怎念？保养，拼是保养。
啊，这个音是伊啊。好，来，老师做伙念一遍，老师一句。我一句。好，来，爱拼才会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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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这句话老师要问你，什么叫做拼？刚刚老师说这个是拼，它还有一个语词叫做拍拼，两个字，哦，拍拼，拍，知影无？我甲你拍。啊，什么叫拍拼？什么是拍拼？谁知道？拍拼，咱若讲做代志爱拍拼，哦，袂使伫遐运大担心，哦，啊，你去比赛运动会嘛爱拍拼才会得奖，哦，来，什么是拍拼？啊汉。认真。对，认真努力做叫做拍拼，哦，所以咱若是做代志啊，参加比赛啊，你拢无认真。哦，啊，你拢无付出你的时间跟劳力，就想获得名次，敢有可能？无可能。就像讲咱台湾队，我们是最近最夯的，咱的什么比赛得第一名？对，棒球比赛，对不对？咱去倒位比赛？我们去哪里比？哪里讲？啊？对，东京就是伫倒位？日本，好，我们念自己本。日本东京的大巨蛋，对不对？吼，你看我们去到日本，啊，到日本比赛，日本是他们主场嘛，哦，因为日本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当地的地方比，啊，我们台湾是还要坐飞机去，哦，所以其实日本人伊可能会比较熟悉场地，打得比较好，啊，结果是啥物啊？台湾呐，哦，你看是不是就无简单？而且我们是经过全世界跟很多国家比赛，对不对？咱都有跟什么国家比赛？咱都有跟，我们还有跟什么国家比赛？除了日本。对，来一起念一次，美国。好，我们有跟美国，啊，都有跟什么？委内瑞拉对，啊，还有韩国，对不对？韩国来念一次韩国。还有什么？古巴对，古巴，嘿，古巴，有一个所在南美洲，古巴，嘿，澳洲，澳洲，哦，所以你看我们是跟很多国家比完，我们很认真努力，才会当摕到世界的冠军。哦，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小，你看地图打开，跟人比起来，我们这就是小兵，咱就谁。按歌，咱就拍拼。你看那些球员是不是大家都很努力，对不？你看因安尼拢一直练习哦，付出很多时间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台湾的第一名，哦，世界第一名，哦，所以这句话谁可以知道怎么解释？这句话要甲咱讲什么？好，来听啊，来小绿优先，三台零二，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矮，什么叫做矮？老师讲讲，上课爱摕课本，爱，什么是爱？对，要啊，哦，咱中昼爱吃饭啊，哦，要，好，那这个这句话怎么解释？答对，要认真才会获得名次，哦，才会赢啦，哦，阿汉，你说不是的是什么？好，差不多意思，哦，但是你有讲得更完整。来啦，文建木，你有什么问题？你要讲什么？没有，那你转头说啊。好，来都讲阿汉讲的更加完整，好，就是我们要认真努力才会成功啊，好，那么你就失败啊，好。三号文建木的顶的物件收起来，好来，你来，好，打叉好，来这句话我们再念一次。请你的目睭看老师，来，爱拼才会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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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认真努力就拍拼，念一次拍拼。拍拼才会赢没有啊？就是拍拼，爱认真拍拼。好，来三个人，第一位。哦，这是三号，什么人？好，来弯连，来是爱拼还是？好，财要怎么念？之央，
加 A， 加 A， 再次爱拼。好，请坐吼，这个是加 A 拼才会哦，加 A 哦，好不好？图片点就是你了，来。大温很好，最后一位李小贝和这边。金鹤两要加健康，那个牙鼻子用力哦，你们注意看音标，它的屁股后面是什么？一的音标后面这个牙 n 两个 n 连在一起 ，n 小朋友，我以前有没有讲过？哦，有 n 加在一起就是帮啊声对 n 就是帮啊声所以是一啊。好，这边还有一个啊，还有黄点在哪里？好，第二个加拍拼。好，所以这两个字拢是有 n 就是帮啊声，好，知道哦。好，来阿汉，我你几分啊？你几号？2号。好 ，OK， 来。请课本退出来，我们看一下在第几号、第几号。代表在第10，好，来第10打勾。然后呢，请你把爱第一个字爱圈起来，写要不要的要。爱的是要，哦，比如讲今仔日爱上课，今仔日无放到爱上课就是要上课。啊，老师若问讲，你爱。会记你后礼拜老师无来，哦，假设啦，哦，爱的字哦，要记得哦，哦，所以这是爱，圈起来，写上要不要的要，哦，好，写完的人，拍拼的拍自己写上去，那个拼旁边写个拍拼就是认真努力，刷落来是咪运动会要搞啊，对不对？运动会爱。运动会是不是后礼拜2个礼拜了哦？啊，运动会我们是不是都会比赛？比赛就爱安怎？拍拼，因为爱拼加对，再一遍，运动会爱拍拼加好，所以老师记开哦，吼，爱拼加爱拼。看到你伫运动拼，我如果看到你们，我会给你加油。好，你若是你是什么比赛？接力，你有答对接力？折返跑，啊嘛是接力安尼，一棒接一棒。哦，好，老师看到我会给你加油哦，吼，啊你走较紧，啊细力唔通跌倒，来吼，好。嘿，啊细力要多练习。不掉棒，啊不要紧，现在都还没比赛，还来得及。所以现在如果体育课的给点气，好。熟练一点，好。看看。他一点都不可爱，我跟他说要认真做事才会。哦，你就是看这个解释的，好，来解释一起念一次，来开戏。要认真做事才会成功。好 ，OK， 好，来翻到前面 A 起啊。好，来把你的手肩头啊。配数啦。好，来，准备 A 起啊，开始。A 起啊 ，I 起一 ，U 起 U，E 起 A， 两个一块 O， 一个一块 O，P 起波 ，P 波 ，P 起波 ，M 起波。好，停，先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念到我们之前教的 T 起都有教呗？上礼拜。有啊，好，那把 T 起的念完，来 T 起的开始。T 起的 T S 好，停。上礼拜是不是教到这边？好，那今天我们要多2个新的 N 大 L。好，请你看你的课本 ，N 起加会。好，没错，再念一次 N 起。N 起。啊 L 起。L 起。好，来，今麦请甲倒边的物件。来，老师今仔日分析呢 L 起的是新的朋友，前面都是我们教过的哦。啊，花妈这已经会了。好，来，老师来出题目哦。请问弟弟，但走路要小心，不要跌倒。
惊路路，好来了哦路了哦了哦路惊路，好来。一个花吗？一个橘子哦，哦，自己选哦。来，请好，感受。好，来，试看麦。路惊路爱看路，合跋倒。好，乌，什么是乌？你一直在看课本的，有有？上课没有要一直看课本哦，确定哈？好，来答对了。好，来你几科？对了，好，我测，来，我们一起念一次 ，L 是 ，L 是，啊，两个音，好啊，所以了哦，惊咯，好，下一题，再做单单，我要来看看有没有困难，惊咯，大便，好来哦，后一条老师看麦哦，会当出什么题目？偷看没关系，因为课本里面没有题目，老师不是出课本的。好，我刚刚只是想一下课本里面有什么，我不要跟他一样。好，来第二条，老师问出来题。哦，有人说女生很喜欢撒娇，撒娇台语了哪个？高人听会塞奶，让妈妈塞奶，有没有？哦，妈妈说啊，你就爱塞奶，对吧？好，来塞奶。老师要出的是奶，呢爱奶，呢爱奶，塞奶的奶就是这个字，牛奶的奶，塞奶。好，来呢爱阿姨阿姨，呢爱奶塞奶，哦，就爱塞奶。好，来请。袂叫过，好来，丁龟，老丁龟，塞奶，呢爱奶，好来，试看麦，好呢爱，啊跟伊爱。哦 yes， 好来，赶快。I 偏I， 这是咿呀呀 I， 顺序是怎样？好 ，OK 哦。在来，顺序很重要，你要先发出这个音，再发这个音。这个是 A 喜I 喜，加起来的 I 呢 I， 对啊，还在摇头就对了啦。好，回去。第一就是没有很熟哈，要对自己有信心哦，这么多，好，来下一题。好，一条老师要出来是，我看你班的名。好，我看到啦，这个字有人得姓，叫做啥名？台语的，台语叫做老啦，老田老千田，甲老田田，好来了老嗷，后面是嗷哦，了嗷嗷，好来，下面人在老千田的老，好，你家己不会哦，你自己不会哦。好，那惯性，好来，那惯性，这样，老千田的老田田的老，好了，嗷嘞嗷。快进来，动作快一点。你姐姐来呀，拿姐姐。还有一个，还
没有很熟，所以你才会想半天。很熟的人一出来马上拿，都不用在那边想，对不对？哦，来，后面老师讲这个字叫做老，对不对？了已经会了，了没问题。后面呢？了熬老凹，对不对？凹凹凹，还有啊乌，所以是啊先，对不对？啊就是 A 嘛 ，A 是啊。变乱了。啊 U 是 U， 所以凹没错。好，不要再管其他的东西，我现在在解释老这个字，好，所以刚刚答冠想是对的啦，只是他想太久了。好，OK，爱动作快一点，好，好来，两个一块哦，一个一块二，一是 A，I 是 E，A 是 T 是 P，E H B 是 T H T 是 L 是，好，来把老师再来出题目啊。高姐，好来 ，N 是 今仔日就是教 N 是 L 是 下礼拜我们再来复习。好，来点名，叫一号要站起来讲你的名。有人一直咧写，是咧写啥物？收起来，好来准备哦，来立好，真好，五六零，好，你第一个字是某，某，再练一次，某，好，鼻子用力的某，好，第三，好，真好，建物请坐4号，好，冠祥请坐5号，好，经典请坐6号，好，阿汉请坐8号。好，感雄，再次单感雄，真好感雄，请坐9号。好，石金请坐10号。好，品瑞请坐11号。好，尤欣请坐12号。好，石温请坐13。好，姚君请坐15，无14。好，hen凯请坐21号。好，陈婷请坐22，丹，好，朱如请坐23，好，连江请坐24，好，孙优请坐好小声啊！你们的姐妹花较大声的哦，再好，25号，真好100分，静安请坐26。好，伊湾你要去参加朗读比赛哦，你声音要大声哦，对哦，哦要大声歌，洪亮，好，好，下一个是27，黎明请坐28，好，新明请坐29，碧丽请坐30，卢香请坐31，好，欧美婷请坐33。好，台湾人请坐34，好，吴晶请坐35，好，李慧请坐好，来，请你的目睭。老师甲恁讲一个笑话哦，昨天是不是迄个台湾在甲日本比赛，全部人都在看比赛。哦，你刚是暗时啊，你们是不是在家晚上6点看比赛？啊，你伫饭店哦，好。老师讲一个笑话，就是我拄好伫火车顶管坐火车。火车是啥物？火车。坐火车，我刚好在坐火车。要怎么看比赛？对，我就是敢若用手机看连线，就很刺激，老师伫遐看。就是迄个火车到我要下车嘛，对吼，就边走边看，然后下车。结果发生什么代志？撞车。不是。对，撞去哪？我袂记你摕行李箱啊，火车用晒走啊，拍走了，我行李箱没有拿下来，被载走了。哇操嘛，暗时啊7、8点了，完蛋哦！赶紧叫伊联络讲来不及，人家火车已经跑掉了，你要明天再去台南给伊退回来。所以老师后来又去坐火车去把行李箱救回来我讲好佳在台湾有赢如果台湾没赢，我的行李箱是白白牺牲。台湾呢一直看，看到忘记拿东西，
哦，所以刚大家是不是拢没办法专心的？哦，我们就是一直在关注那个台湾的比赛。好。很多人都在那边进。听说还有那个放年会、放炮，有啊，很像跨年放炮。我有看到上一届都是有这样的。是啊，所以咱这个有冠军啊，上一届我有得冠军。好，来。哦，咱中汉领有世界冠军非常难得。好，来刷到来。看到哦，有看到哦。好，来，今天用这个红包，好，来这样子一下。咱今天里面来介绍电桃，什么是电桃？电的头。好，爷爷上面有告诉你了。好，我们一起念一次，来电桃。电桃。第一个字画着 M 点爱，闭嘴巴。商店的店的几个的呀？电桃。好，咱头附近有什么店头？你敢有详细看？好，先别急着举手，老师先给你看。来，头一个所在，哦，等一个，你看见那个店头，你知，你就可以告诉我那是什么哦，哈，那是倒位哦。好，来，头一个，这是倒位，敢有人知？哦，这个所在你若唔知，你也讲下先啦。N 变5，对，那这是一间什么馆？它是一间什么？对了，哦，来，全班一起念字，哈好，好，一起念好，树围国好，好，我们学校的名字，哦，好，再来，这个所在是倒位，敢有人知？讲，这个所在哦，好，来，这个老餐店，对，那要怎么说？要怎么说？加油站，再次加油站，这是加油站，对不对了吼？咱好好出去遮，就有一间加油站。好，再来，这个所在是倒位？对，加，好来。有答案呢，台语讲得出来呀、来，这边那个，好来，请好关联。面包店，那面包店要怎么说？店老师教过了，店要怎么讲？点，闭嘴巴，点。啊，前面面包呢？是面包叫假。对，啊，点起来。答对，好，全班一起念，烹点。面包的是，面包是帕，再是喝啊。面包的是啊，面包店的是汤点。哦，这个胖是日语，你若去日本，你跟日本人说我要飞胖，他听得懂哦。胖是日语来的，传到台湾变台语哦，所以这个胖是日本规哦啊。对，你如果忘记怎么念面包，你就记得，对，面包吃了会变啊，所以就记得台语就是胖，大家知哦，胖点。好，接下来这边是叫这边。这边是 7， 阿姨叫做什么店？什么店哦？想一下哦，什么店哦？什么店哦？来感受。商店，24小时，咱公民叫啥位？好来，叔叔，便利商店，对不对？好来，我们一起念一次。利本兄弟，好，有没有发现中文叫便利，台语叫什么？利本，再次利本。好，台语相反，我们有教过什么中文跟台语相反的？客人，台语叫当客，还有热闹叫闹热，还有。台风就有风开热哦，所以有一些相反词你们都知道，很好，好。小七，好来这边，好，这边是什么店？北什么的店哦，来请点书局啊，书怎么说？画册。
店你们已经会了啊，店怎么说？店，菜店，好，来全班一起念一次，菜店。好，阿姨读了第册，它是有卖文具。好，那文具叫文具店。再一遍，文具店。好。第二哦，你们有发现，因为台语有些字跟中文不太一样，哦，所以台语的书要写这个字哦，请你的目睭红天瑞，请你的目睭好，你看你的手的物件，请看前面哦。好，不要趴着，袂使趴的，请坐好，坐正，然后等下就可以了。好，下一个地方，这是哪位？好，这是刚刚是里便商店，那它不是便利商店，它是属于什么？属于什么鬼？想看没哦？好，来咖啡店、超市，很接近了，很接近，感凶。超商，好，来，它属于小北场，卖场是小的啦，好，我们一起念字，小北场。小北场。那请问有更大间的家乐福，迄叫什么北场？答对，再念一次，大北场。小北场。好，所以家乐福是大间的大北场。好，再来。好，你要去倒位？念字开始。你要去倒位？好，刚刚老师介绍的是咱学校附近的店，好，你们大部分有去过，对不对？那其他除了这些店，一定还有其他的，好，咱来看买购有什么店？这些就不是学校附近的啦，老师刚刚介绍这个所在，等下老师的好朋友接下来。老师的好朋友要去这些地方哦，你要看你知不知道怎么念哦。好，来第一个，这个所在卖面的，我们叫做米搭啊，来是米搭啊，米店嘛。好，那今摆老师问你哦，来，大雄要去倒位？知道？胖虎要去倒位？知道要回答要整句话。不能只说米店嘛，你要说大胖虎要去什么？整句哦，好，来，建安要去米好，可以，好，来，全班前面，胖虎要去米店嘛，胖虎要去米搭好，答对，点建安，好，建安几分？好，下一个，刚刚教过了哦，这叫什么点？再一次，好，来，什么人要去？来，这个是佩佩猪，谁会念？佩佩猪要去倒位？整句话哦，完整句子哦。好，来，加油酸，酸油。大声一点，佩佩猪要去拍店，有念吗？对不对？有吗？有，好，很小声。好，来，我们一起念一次，佩佩猪要去拍店。好，下一个，这个地方叫做药房。好，我们念一次，西药房。好，来，什么人要去呢？是咱上要去倒位？来请。好，第一位。房，再次。房间叫房间。西药房。咱上要去西药房。好，房哦，不是点，你刚刚有点念错最后一个字啊，第一位好，不加分。好，下一个。
这是拄则教的什么调？册调，再是册调。好，来，上面人要记，这个是皮卡丘要去倒位？谁知道？皮卡丘要去倒位？好，王伟霆100分。好，全班念。皮卡丘要去册调。皮卡丘要去册调。好，下一个是。哦，刚刚没教过了。水果摊，来，水果叫龟记，不是追个哦。台语可以叫追个，但我们讲龟记。好，来练是龟记点。龟鸡点。龟鸡打。龟鸡打。好，两个都可以。好，来，上面两个题呢？这个是小心要去倒位。小心要去倒位。好，来回答哦，请吴晶。好，龟鸡点答对，全班念小心要去龟鸡点。小心要去龟鸡点。下一个，今天刚刚教过了。里北胸点，这边老师打胸行也可以，胸行、胸点都可以哦。里北胸行，好来，上面老要记里北胸行。好，花妈要去倒位？花妈。真。阿凯，坐好倒哦，唔通拍的哦，单管线嘛是哦。好，来请。好，来先好，小宝心灵，来，花妈要去倒位？里边点表，里边胸点，好，可以胸点或胸行。我们再练一次里边胸行。里边胸行。花妈要去里边胸行。好 ，OK， 里边胸行。心灵无加分哦，没有练完整。来，刚刚说小袂长，即摆是啥物？这是大袂长。大袂长。好，来，这个人是啥物人？橘子要去倒位？好 ，OK， 我。等你。橘子要去大啥物？好啦，打 pass， 定位打 pass 很好心，好，来全班一起念，橘子要去大袂长。橘子要去大袂长。橘子要去大袂长。好，来，哦，这个比大袂长还要小的，这叫啥物？好，全班念干妈店。干妈店。干妈店。好，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知道。干妈店。伊就是卖一寡糖仔边啊，有卖糖果的，卖那个饼干的。好来，大小要去啥物所在？好，请。好来，这是优秀，100分。好来，全班念，大小要去干妈店。好，后一个做什么店？龟，那一边龟店。龟店。好，小丸子要去倒位？来举手，这条简单啊，请喝空一点。100分，全班念，小丸子要去龟店。好，刚刚有老师说念对可以加分的才加哦，有些没有念对的再加哦。好，那算了啦。这有看到宾馆老师教，不拿刚刚教过的，我再复习，等下玩游戏哦。这是龟店，这是龟鸡店，大白牛米答案，地北胸行。好，这几个地方刚刚老师有讲了，来，现在老师来我们最后一句就好了。请问，倒手边是啥物店？倒手边是啥物店？好，来，老师教过倒手边哦，因为倒手边。再次，必本胸点。好，那我们全班一起念，倒手边是必本胸点。好，可以，听了1分。那正手边是啥物点？
正手边是什么边？刚刚是倒手边，现在正手边哦，有情。是什么？请各班值日生后，让服务生到厨房领取餐后水果或饮品。米点嘛，好，来，我们一起念就下课喽。来，正手边是米点嘛。正手边是米点嘛。好，来，大家再会。老师再会。